將簡約嘅木紋設計融入日常。一部機帶俾你實用又簡潔嘅台面美學，將多種功能整合一身，幫你保持台面乾淨企理。集齊無線磁吸快充、雙鬧鐘、時間顯示同3段柔光小夜燈4種功能，幫你告別凌亂線材，台面更加整齊整潔。支援15W無線快充，配合磁吸設計，手機一放即吸即充，簡單方便。實用嘅雙鬧鐘設計，仲可以自由切換12或24小時制，配合翻你想要嘅時間格式。3段柔光小夜燈俾你靈活調節最啱你嘅光度。外觀採用木紋設計，溫暖簡約，輕易融入你嘅家居同辦公空間。一機滿足充電、時間顯示、鬧鐘同燈光需求，全能實用。Sunshine LAC01 4合1 LED 無線快充鬧鐘係性價比十足嘅台面神物。